镜头所登的台湾，最近有不少新冠病毒的感染者，拢是伫国外为着病毒登来台湾体检确诊。台湾到底是毋是稳藏着社区的感染？各界拢在担心。咱特别访问到一位拢已经好癌的这个感染者，伊就讲，就算伊已经出院3个月了，伊的肺也是留下一个病尾。伊即摆要甲大家讲，新冠病毒的可怕以及扩大体检的必要性。充满活力，开身躯散发着青春的气氛。伊是25岁的凯，真难想到讲，伫5个月前，伊是疾管署发布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之一。当时为脑后到肺部，未是有血的烧。时间过好慢啊，因为我真的很不舒服，我的头跟胸部很热，就是这一块都很热。哇哦，怎么会这么幸运？可以肯定的是，应该是从纽约就开始了，对。因为我是在上飞机前一天就开始咳嗽，然后发烧，中间有一段失去嗅觉。即马讲起来真轻松，抑过入院的时，承受的人无爽快，甲心理压力，伊险险都挡袂掉。碰不到实体的人，所以其实真的蛮孤单的。可能有些周遭的朋友知道我确诊之后，就也会有一些反应让我不太舒服。加在伫院方详细照顾之下，凯顺利出院。不过伫病毒侵入了后，伊的肺已经受到重伤。自己唱歌的时候或是讲话的时候，就是需要用到比较足的气的时候，就唱到每一气就，然后再继续这样。到底会不舒服？会，那种不舒服感觉就是喘不过气来的不舒服。检查结果确实我的肺功能比起我一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确实不够。讲话伊感觉食力，更加免讲是激烈的运动。新冠病毒对鱼的损伤，出院了经过3个多月，共款无法度完全恢复。其实，甲同情患者比较起来，凯已经算是真好运的个案啊。很多人最大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些纤维化的后遗症，比较剧烈运动的时候，他氧气的供应会跟不上，所以那种喘的感觉啦、耐力上会影响到很大。那个功能，即使它再怎么稳定去调养，可能都有一部分是不可逆，比如说只有恢复到原成的80%。提出重症患者的电脑断层，甲健康民众的肺比较起来，健康的人伊的肺应该是柔软饱甜，不过重症患者的肺有老发炎了后气白色一搭一搭，为电光片来看，嘛使明显看出重症患者的肺内面有白色的网仔形，袂说是空喙干皮，嘛较无春秋性，形肌膜毛整整，去压缩着肺内空间，致使讲喘气较困难。残破不堪的肺，恐惊一世人拢难以复原。病毒还是会随着血液到其他的器官，所以现在陆续像有报道，像心脏、肾脏、肠胃道也有，这肺部几乎在所有的重症里面是一定会包含的。伫台湾返去日本的女学生，伫日本机场被验出确诊，眼看这个疫情有可能阁压起来。最近更加有不少为台湾返去因的国家了确诊，各界专家纷纷提出警讯，第一波疫情有可能爆发。保台议题又阁引起讨论。我们才提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叫做精准检测，精准路径检测。简而言之，精准的意思就是说，先把入境的国家做风险分层，分成3层：高风险、中风险、低风险。那我们会建议高风险的国家，比照菲律宾，能够做全面的检测。不过真正是安尼做，体检成本一天就要420万，医疗检验能量恐惊嘛无法度应付。费用分担的分配的问题，是由国家买单，还是由个人买单？牵扯的问题太多了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买单是谁买单？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可以让自费检测，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劳工也好，或者是公司团体也好，他们愿意来负担这个检测的钱，那当然乐见其成。过来游览大爆发，因为疫情翕歹去民众和景点人吵，也不看在捌为着病毒的凯眼内，认为讲除了落实防疫，扩大体检找出无镜头感染者，应该是上要紧的代志。扩大筛检感觉确实是，如果有的话当然比较好，因为有些很没有症状的人就可以去做筛检来知道，就可以减少社区传染或是没有找不到来源的这种的传染。
无希望阁有人承受甲伊同款的痛苦。凯只毋话讲，伫第二波疫情来临前，用自身的经验提出警告，将伤害降到最低。